后来继续来看台北101的董事长贾永哲到立法院来备询，报告着跨年宴会规划的情形。讲这届放烟火时间加1分钟，嘛第一届结合着光雕的表演，更加要用特殊的方式来呈现台湾英雄。另外，立委王世坚进前捌提出，讲会当互贾永哲来做财政部长。贾永哲是再一次来强调讲，这真正无可能。 3秒出了，中华队赢了！中华队被台湾的球迷感动。搁听说一摆台湾队真正赢，大家真期待101跨年宴会模拟影片公开啊！结合12强棒球比赛冠军元素，头一摆结合光雕表演，配合国家队的战歌《台湾雄勇》。 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会一直去拜拜，希望老天爷呢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天气。谢谢。台北101上水董事长贾永哲为求上好的表现，希望讲提供俾会民主，除了宴会加1分钟以外，光雕表演的主角12强的台湾英雄嘛，将伫台湾的代表登场。是讲这摆模拟影片先伫伊个人的面册公开，比101的官方的面册较早引起讨论。 我自己粉专的流量 share 到了101，101变成我的协作单位。粉专的流量呢，其实是比较有限的，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这样子把它带起来。强调讲，利用本身的知名度增加流量，事先嘛已经准备好啊，要甲立委王世坚做伙宣传。除了本业要顾好，王世坚佫要建议讲，开期会做财政部长。就是不可能啦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件事的啦。对，会想进内阁吗？当然不可能。 真要紧，所以讲爱讲3摆，甲进入内阁比较起来，将上任后头一摆跨年宴会办好，看起来这是伊目前上届要紧的代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